在场所有有梦想的朋友，讲梦想是有点八股了，但是就是那就不然就梦想了，不然怎样？我们也是因为梦想才站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下一首歌《别忘了那天醒著》送给你们。这种场地是谁上台谁被搞，就这样。守护着深爱的谁，就凭天写上最虚伪的言，跳起来！如果你难过
他39啦。